喺深圳最 hit 嘅萬象城嘅話，都係講緊20分鐘就可以返到屋苑，而且前邊就係地鐵站。嗱，就係呢套啦，而家45平方可以做一房嘅單位，仲要而家見到嘅全屋嘅家私家電全部送晒俾你啊！咁廚房呢，亦都可以做到獨立嘅廚房喎，連天然氣啊都幫你搞掂好晒噶啦。咁呢度呢，適合一啲一個人住啊，或者2個人住啊都 OK 冇問題嘅。有冇啲兩港深通行嘅朋友仔啦？咁呢一套呢。麻雀雖細五臟俱全，而且呢度咧去關口都非常之近，20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灣，咁咧都可以係無縫過關口嘅。咁而家咧呢度講緊係零首期就可以喺深圳安家樂業啦，感興趣嘅快啲聯繫我啦！